好啊，講一個香港吉澳女鬼故事。好多年前，好多年以前，吉澳島仲係個熱鬧漁村。吉澳島仲係個熱鬧漁村，村裏有棵老榕樹，就喺天后宮門外，大家叫佢做姻緣樹。相傳以前有個變節海盜救咗個被劫嘅村女，兩人喺呢棵榕樹下重逢之後結為夫妻，樹就變成拍拖聖地，好多青年男女都嚟許願求姻緣。有一年天后誕前夕，村裏面嚟咗個外地女子，叫阿紅。她一身紅衣，長頭髮，樣貌標緻，但總係一個人喺姻緣樹下坐到天黑，唔講嘢，只係默默梳頭。村民問佢做乜，她只係淡淡笑笑，話等緊我個心上人。阿紅嚟咗幾個月，村裏有個叫阿明嘅年輕漁民，對佢一見鍾情。阿明每日出海返嚟，都會帶新鮮魚蝦去送俾阿紅。兩人喺樹下傾偈，講到好夜。阿紅話自己係從大陸漂流過嚟，家人喺海難中死晒，仲剩低自己一個，好想喺吉澳安家。阿明越嚟越鍾意佢，決定天后誕嗰日向阿紅求婚。村裏人都覺得佢哋係天生一對，連天后宮嘅老門神都似喺度微笑守護住佢哋。阿紅聽到求婚，紅咗眼，輕輕點頭話：我等咗你好耐，但你要答應我一件事，永遠唔好離開吉澳。阿明滿口答應，兩人喺姻緣樹下交換咗信物。天后誕當日，村裏好熱鬧，有花炮、金龍巡遊。阿明一早出海捕最後一網魚，想趕返嚟同阿紅拜堂，點知海上突然轉風，風浪大到嚇人。阿明嘅小艇被打翻，佢勉強游返岸，但已經遲咗。佢衝去姻緣樹下，見到阿紅乃然一身紅衣，坐喺樹根度，低頭梳頭。阿明喘住氣話：對唔住，我遲到咗，但我返嚟啦。我哋而家就去天后宮拜堂。阿紅緩緩抬起頭，面色蒼白得嚇人，眼睛紅腫，嘴角卻掛住一絲詭異嘅笑。
他輕聲話：你遲咗，我等咗你好耐，好耐。阿明突然發現阿紅嘅腳冇着地，係浮喺半空。樹下嘅泥土，樹下嘅泥地，隱隱約約有個舊墳嘅輪廓。墳碑上刻住紅字，同埋一個海難遇難嘅日期，竟然係10年前。原來阿紅係當年海盜劫村時被擄走嘅村女。她喺船上被弱智死，屍體被掉落海，魂魄卻一直漂流返吉澳，守住呢棵姻緣樹，等緊個承諾要救佢、娶佢嘅心上人。但幾十年過去，佢等唔到，就變成怨氣深重嘅女鬼。之前同阿明好，只係因為阿明長得似當年嗰個變節海盜。阿明嚇到魂飛魄散，阿明嚇到魂飛魄散，想跑，但雙腳被無形嘅手拉住。阿紅紅衣飄起，長髮散開，慢慢向佢伸出手。而家你終於可以永遠留低陪我啦！村裏人聽到叫聲趕到時，只見阿明暈倒喺樹下，身上多咗一條紅繩，同阿紅嘅信物一模一樣。之後阿明再冇出海，每晚都一個人去姻緣樹下坐，低聲同空氣講嘢。有遊客夜晚坐船經過吉澳，仲會見到天后宮外嘅老榕樹下有個紅衣女子喺度梳頭，旁邊坐住個年輕漁民，兩人默默相對，似永遠唔會分開。而吉澳村民到而家都仲會叮囑後生仔女：姻緣樹許願得，但千祈唔好亂答應女仔等你，千祈唔好亂答應女子等你，尤其喺穿紅衣夜晚梳頭嗰啲，尤其係穿紅衣夜晚梳頭嗰啲。姻緣樹許願得，但千祈唔好亂答應女仔等你，尤其係穿紅衣夜晚梳頭嗰啲。呢個故事講完啦。好啦，拜拜。